今年过年较早，台北市卫生局针对传统市场甲餐厅来进行年节食品的抽验，结果发现讲无合格率上悬的是白木耳哦，大部分拢是中国生产的，嘛伫12月份已经要求爱全部回收咯。 菜市仔的人愈来愈多，这个月就要过年，大家拢要出门看年货。但是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年货食品，计共180件，其中有16件品质检验无符合规定，一件标示无符合规定。其中白木耳无合格比率上悬，有70%，数落来是德胜38.5%，甲巴西蘑菇28.6%。食药署它在边境抽验的一个状况，有发现就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白木耳，它有一个生长调节剂克美数不合格的记录，所以在这一次年节，我们特别在抽验白木耳的时候就有加验，就是我们克美数依规定呢，它是不得检出的，来源都来自于外县市，所以我们也依循外县市追查。16件品质检验无合格的产品内底，有7件白木耳甲3件德胜，农药残留量无符合规定。数落来是2件德胜甲2件巴西蘑菇验出重金属，共有2项豆瓜防腐剂检出量无合格。克美数这个部分其实不见得用清洗是可以消除的，它是一个进口的产品，我们大概就会建议中央加强边境的一个查核。农产品的一个清洗的话，我们会建议就是你要用流动的清水先清洗大概20分钟左右。穿烫其实是一个减少一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方式。无合格的产品已经通知业者落架，也有一个业者无法度提出无合格产品的来源，会罚3万至300万。卫生局表示，调查结果也已经公布伫卫生局的网站，因为民众真恶分辨食品敢有无合格的成分，建议民众伫买物件时选择合格的业者。未来也会继续抽验，确保食品的安全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